大师大教育智库甲国科会研究团队长期追踪台湾囡仔的困眠状况，嘛发现讲，台湾3岁幼囡仔有1成困眠是严重无够，晚困的比例嘛是真高，有将近6成的3岁囡仔拢上晚困咯。人讲1米大1寸，囡仔人的困眠关系到囡仔的发展。根据卫福部的建议，幼囝逐天的困眠时间，包括困中昼，上无爱有11至14点钟。不过，大师大针对台湾5000外1岁到3岁幼囝做长期的调查，发现随网平均拢有困超过11点钟。不过，困无够眠的囡仔年岁愈大，比例是愈高。3岁的囡仔甚至超过1成拢困无饱眠。我们建议，其实孩子要在7点到10点这个时段就应该要入睡了。建议9点半就要睡了，不要超过10点。根据研究嘛发现，国内1岁到3岁细汉囡仔，大约有5成超过10点才去困。学者表示，透过研究也发现，10点进前去困的幼囡仔，各方面的发展拢比10点以后才困的加真好。研究也发现，提供囡仔多元的学习，减少电子产品的接触，拢通互囡仔困了较落眠淡薄啊。学习环境如果越多元的话，他的学习的这个品质是越好的。1岁的时候，如果有出去拜访啊，有户外活动啦，有去书店啦，或者玩一些物品啊，他的整体的这个他的睡眠品质都是比较好的。研究团队表示，囡仔出世的时，家长拢摕着儿童健康手册。不过，研究团队也发现讲，手册内底欠缺幼囝困眠的卫教资讯，记录囡仔状况的记录表顶头也无困眠时间的项目。因呼吁政府会当提供更较侪相关知识，让家长知影囡仔困眠的重要性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